我有几个小家长，你就是桂林啊，而且我这边他在空间分享起来了，公公还不要紧啦。机会都是天天打望机会，生命的早走，妙有天下的走，鸟跟无能，我看东洋的这些东西来做，看你看那边这个唔好，中了给他自己的中间，自己爱我带着我，自己爱我带进来。经济来，如果要有的无的有，要会心宽，有的往间这名他最过来了。我讲你这这样说，没有机会的，这老师他写的。海外的天气当中，他写这本书，很久很贵，海外的这边是传统的，对不？他在古都不起，三行有带下去，我是学长的啊，我是温州，我是金啊，我是老，我是老，跟老当归。就说摆脱他米呀、厨房、这样你像这样子，手一边共同嘛做疗愈，疗愈边共同做手艺，对不？就你的手艺疗愈，准备公别公跟二维的，就要从外台湾家你去玩，所以这大家都回来当时在工作一个满足，小孩在准备，你不手艺用的话还是在做工呢，知道吗？有些小工呢就，接着刚刚做刚我中得意哦，这种类我做什么类哦，打通来。这样子广包了，变成红包了，打工都在了，这个我家高比较厉害，所以不是不起哦，你的屁股那个，他现在不要让这点，我变成他比赛，我给这你刚刚比赛，对吧？知道吗？这里有人哎呀，这个人哎呀，这几年，我有的你用屁股盖下来的，真长的这一年在哪边去？有不很不被空单他很后面的，那是后面一个事情啊。我们我的人家那些孩子，对，看完得了啊，你现在看完得我讲起来，这点有钱买的是中贵，是珍贵的；有钱买的是中贵，我钱买的是珍贵的。有钱就买的很珍贵，我没有钱我买的很珍贵，不是？我给他写过了，我广德、天铁德，啊，平隆德，啊，你讲的就挂上面，人间关系他简单能丢很秒，你两个这个钱挂人间关。那你的价值观在哪里？你把这个动作这个按我这个，你把这个动作起来，好吧？这个最有利的先有活的，所以心中身在哪里，你就存在哪里。因为这属于的有那些，他连这把钢筋的并没有呀，包括在这当中的功能力，上班上去，就是你要不要没有成分，要跟不要为的命运在你的人生里面啊，影响不同。你能不能身边的价值不同？那基础这边啊，对，这种就是记起来，你也结合了你一樣成立嘅嗰個呢一個一做嗰啲高低四樓，喺三個地位，低咗嗰邊會落緊啦。他說這幾個人都見了，5個5個，他底下幾個有到沒到自己要知道，有沒有到？你有沒有做到？要清楚，你就多少